最近松山分局、中立分局产生了一些状况哈，包括执法的分寸，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比例原则的这些相关的问题哈。那我想在这个问题的确在我们警察同仁在执法的这一方面的法纪、警纪的训练上，我们要再加强，要再滚动检讨。所以我在3天前我也特别到警大，也跟警专联系，在我们现在未来即将要成为我们警察生力军的这一些正在受训的，我们要请教授们加强他们的警纪、法纪各方面执法比例等等的这种教育。至于在职的我在一开始我也就指示我们警政署，包括督察室、包括训练科，对于我们在职的要再加强我们在职的训练。像昨天我特别在嘉义台南、高雄包括屏东等等相关的这些分局长，还有相关的这一些专业单位，我都请他们要跟我们警察同仁要跟他们鼓励。那我们很多警察同仁也提到，他们不会因此而影响他们的士气，他们一定会把维护治安放在第一位。来跟大家道老的，更重要的是来向我们慈悲的母娘，替国人祈福求平安。现在有吗？中山慈惠堂是我们在地很重要的信仰中心，民间在努力，政府也会更努力。这几年来，我们在推动长照2.0、强化社会安全网上，都投注了非常多的心力，让照顾的对象和提供服务的人都可以更多，规模也可以扩大。另外，去年疫情发生以来，因为政府跟民间共同打拼，不但防疫表现亮眼，也稳住了经济，甚至我们经济成长率可以在今年挑战5%。那国际社会的投资也看好台湾，在防疫上面，我们要听指挥中心的指引的同时，我们在日常生活上也要特别的小心，要勤洗手、戴口罩、保持社交距离。拼公投重于一切，所以党务工作、立法院的工作，我们绝对是摆在第一优先的那这是我目前的一个心情，就是这样子。以前我还爆料说您有说如果太多人选主席，你宁可放弃连任。不是，这个基本上7月底的这个是党内的一个民主党内的一个分工那828是全民的公投是国家政策的选择。那我想哪一个比较重要这个我想不用讲，应该都很清楚。您跟朱立伦就是一个密会的情况可以跟我们讲一下？没有什么密会这个党是一个大家庭，我们跟任何人随时随地，不论什么场合都可以见面，都可以沟通对不对？赵大哥也来中常会演讲嘛，我也有去拜访韩市长、碰面等等的我觉得这都很平常，没有什么密会不密会。